其实从热身赛开始，我就觉得是外界可能就是把我跟查克就是把他定位成可能死对头啊，然后我们感情不好。其实他是一个就是蛮好相处的队友，那我跟他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可能死对头或怎么样，只是互相比较了解。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很棒的球员，特别是在进攻方面，那会让我就是更多的激情，然后去想要把它守住。那然后就是尽可能的去做，就是去做好那个教练所交代的事情，然后全力的把就是胜利拿下。Right 玩一玩就扔给高国豪，怎么这么好玩哦？现在勇士也有人跳出，3分接球就出手 for three。台湾队长啊，这个 Quincy Davis， 那他以本土球员的这个角色去打到 Quincy Davis 这个点，基本上他并没有吃到太大的亏啊。这是喷射机的本色，打点步进去，双方的手纠缠在一起。球权还在勇士，直接翻身的后仰跳投。那这样就是期盼了对方去做 double team， 转移到外围 ，Jet 的3分球也进。还剩5秒钟，张宗宪罚球线飞了位，后仰的出手进。塞特夫现在在3分线外就对上李德威了，有让德威发生的是喷射机来了。肯肯尼不进之后，张宗宪要第2度来单打李德威。脚起跳，副班会做这种 pick and roll 之后的包夹，其他球员找了很多空档啊。喷射机，3分线后面一步的起跳空心球，哇，好球！这个篮下的空档，张宗宪跑得好。好，再做一个递手传球给中线，换防之后，中线的正面打板有，哇，这球进的相当有高难度啊。张宗宪面对防守的钱肯尼，出手哇哦！前面左边右边都有箭头，这是张宗宪球几乎滑掉了。这个球张宗宪抄到，前场跟林书伟2个人再度配合飞一个，台湾喷射机单节5分，换台湾喷射机有了3分。对，不过由此在哇，好球！可以再中线看到。Reed 在整个领航员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有多么张宗宪横移式的出手打板进，而且他可以投得非常开了，把整个攻击范围拉大。张宗宪绕过篮筐来了一个 reverse 的搓板一下，梦想家张宗宪把球给抢走了，直接飞身打破篮筐 ，Showtime！ 台湾喷射机起飞了，再来看一次。完全展现他惊人的爆发力了，布鲁的信心真的非常足够。不过在另外一端，富邦勇士也还以颜色，前场多打少的机会，张宗宪台湾喷射机起飞了。那些换上了本土的令人期待的曾祥军，哇，张宗宪啊，张宗宪45度角又来了，假的18分进账，张宗宪来了，轻松上篮得分，重新带出来。张宗宪。